小朋友好少做錯事，係咪就代表一定係好事呢？等我哋一齊諗下先。做功課、寫字、畫畫，佢每一樣都做得好小心，生怕自己做錯。咦，你睇下，資源筆後面個擦膠，竟然一次都冇用過喎。咁係咪代表佢真係從來都冇做錯過呢？定係其實佢好驚做錯呢？其實未必係好事㗎。小朋友喺成長嘅過程入面，做錯嘢係好正常㗎嘛。如果一個小朋友太驚做錯，可能係怕俾人鬧、怕失敗、怕俾人批評。久而久之，佢可能會變得越嚟越小心，甚至唔敢去試新嘢。但係真正健康嘅成長，唔係要求小朋友永遠都唔犯錯，而係俾佢有勇氣去嘗試，敢試敢錯，錯咗識得改。因為每一次錯誤，其實都可以變成一次學習同成長嘅機會。所以，我哋要俾小朋友多啲鼓勵，多啲包容，等佢知道做錯唔緊要。最重要嘅係，知道自己錯喺邊，願意改正，然後繼續努力。一個真正健康成長嘅小朋友，唔係一個從來都唔犯錯嘅小朋友，而係一個唔怕犯錯，識得從錯誤中學習，而且有勇氣繼續向前行嘅小朋友。